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合欢山武岭透早落冰沙啊，玉山嘛出现零下6.6度的低温，玉山气象站嘛观测到树霜。屏东的检警查到今年头一件总统选举的搅盘，有4亿5000多万的缴金，这姓余的组头黄基亚进见。金管会公布外资伫今年11月份会超过112亿的美金，新台票3500多亿来台湾，是史上过一个月上济的纪录。先开始来看，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合欢山的温度已经降到0度了。嘛，因为水汽真饱甜哦，伫今仔早起8点外，武岭有落冰沙啊。另外，玉山嘛出现零下6.6度的低温，玉山气象站嘛观测到树霜哦。来看玉山北方，今仔透早3点09分，上低温只有零下6.6度，虽然是无落雪，也毋过哦，树啊拢有树霜，佮加上雾哦，其实是真水。再来看另外合欢山的武岭，今仔透早嘛接近0度，伫早起的8点左右开始落冰沙啊，也毋过只落3分钟尔。再来看屏东的检警查到今年头一件总统选举的搅盘，这姓余的组头哦，伫今年7月到11月，互搅卡针对总统大选牛票来拔搅，已经有4亿5000多万的规模了。检方核实了认定讲组头违反选罢法甲拔搅罪哦，罪嫌重大，冒串证逃亡的疑虑，所以警方羁押禁见咯。总统甲立委选举只剩个外月，第二个当候选人无用走行程邮票的时，检警伫当地乡查到屏东今年头一件总统选举插缴，测试调查几位接缴卡收缴本的嫌疑人了后，追查证据抓到姓吴组头。余姓被告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8条之1第4项、刑法第268条，意图营利聚众赌博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检方认定组头犯罪嫌疑重大，7号向屏东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根据了解，这个组头伫今年7月到11月陆续接缴卡，针对明年初总统大选插缴达到1万块，插特定总统候选人牛票数10万票，初步检视缴本规模超过4亿5000万。主盘目前是没什么让法啦，互相都说领先啦，但是就1比1啊，目前应该50万票吧，到底会玩到哪里，我们不晓得啊。属核刚登记完啦。有组头讲，总统甲立委选举各地区拢有人咧插缴，因为大概拄着选举，各地区就传出有人咧插，为着避免影响选举，检警加强稽查，嘛呼吁民众勇敢检举，做伙维护选举的公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最近报道咱台湾的大选哦，写讲台湾有侪20-30岁少年选民对政治是真野生，对民生议题较关心哦。报道嘛指出讲，少年选票恐惊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大学校园学生来去去，总统大选少年选民安怎想？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台湾有20岁到30通岁的少年选民，对长期执政的国民党、民进党、拿力两大党感觉深，致使台湾出现第三势力民众党。因若选举议题，少年人较关心什么？选举不能只用骂的，或者是抹黑，不管是政绩也好，或者是愿景也好。就是我觉得讲这些会更好一点。就是我家己有咧关心，就是转型正义的，甲有性别的议题。民进党至少就是伫蔡英文的政府，伊有咧推上这个政策。青年的劳工权益、居住、住房，我对性别平等的议题比较有关注。党派的话，我可能会倾向是去看这个候选人他是不是有符合自己的可能对于这3个议题方面的一些理念。各款想法的少年人拢有，《纽约时报》也报道，青年因为薪水进步慢，居住成本阁悬，加上就业议题等等，致使对过去长期执政的两大党感觉失望。咱伫11月时阵办的论坛上，赖清德候选人跟柯文哲候选人，那他们都有直接就是在论坛上面回复青年相关的政策。目前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列点，而并没有一个全瞻性的计划。协会表示，目前也无看到有总统参选人有专门参青年沟通的管道，因呼吁参选人爱听青年的声音。另外，虽讲《纽约时报》报道，少年选民已经对地缘政治议题感觉深，不过协会表示。
次青年论坛当中，发现两华议题也是讨论度上悬的，显示国际问题、国内民生拢是青年会关注的焦点。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中共，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要竞选连任，今仔伊的竞争对手民进党的参选人蔡明显白讲，马文君伫玻璃的徛家起伫国有的农地顶头是违建哦。国产署是表示讲，土地部分是用租的，也毋过建筑物敢是违建，要由县政府来认定。马文君伫下晡嘛伫面册表示讲哦，这拢是选举的抹黑，伊带30几档路拢无问题。县政府嘛表示讲，玻璃的电工所会来调查。出入口的大门关条条，边仔阁有警察局的巡逻箱啊，即搭互树啊包围条例的别种，对外口看起来是真压贴。当地民众讲，这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因兜的已经有30-40档的历史。无，伊拢无个准，即老爸怎啊起就是一间地啊，安尼尔。就是拢无改过就安尼啊啦吼。安尼啊，原本就是这，我知影就是这，因为我怎啊嘛刷来遮无偌久啊。我跟恁抽的，按抽几年啊？我那30-40年咯。共选区的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蔡明显初六召开记者会，即日马文君因兜的别庄起伫咧玻璃一搭国有的田地顶头，建筑物本身占地70平是违建农舍，规个佮包括车边啊等等拢总占地700平，是违法使用田地。你农地没有农用，豪宅又在变成一个豪华大庄园，还有停车棚，还有水泥路、高围墙。这些都不是农业设施哈，还有疑似警卫室的独栋的一个小屋啦哈，都跟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建设都毫无关系。我们在91年间就已经出租了，当然现在是这个都市计划是农业区嘛啊，所以那个上面盖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违反法令规定，我会去问县政府。国产署表示，当事人是伫咧2002年期间合法来做国有地，这栋别庄起伫咧都市计划农业区内底的争议，应该要由南投县府来认定。也那马文君的团队先以文字说明，强调这一切拢是为着选举来操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德国政府本地暗示要补贴50亿欧元，予台积电去德国设厂，也毋过传出讲，因为德国法院针对防疫基金暂行违宪的判决咯，这嘛有可能影响到台积电设厂的计划。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有甲台积电保持联络，有需要一定会来协助。德国联邦宪法法庭顶个月裁决，联邦政府将2021年规模600亿欧元的防疫基金转做气候加转型基金的做法违宪，恐惊影响德国补贴台积电的设厂计划。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当有密切甲台积电联系。我们都有跟台积电密切联系哈，那大家也看到德国政府也公开说明哈，他们会来解决这个预算的问题，我们一定都会协助。那现在比较主要的问题是要先确认，这个德国方面哈，这个相关的预算能不能克服？原先德国政府要补贴50亿欧元，到台积电德国厂的补贴。根据知影头尾人士透露，那德国政府改变也是减少原本的补助，台积电可能会重新协商，伫德勒斯登投资晶圆厂的条件，包括甲德国合资企业伙伴协议，上差状况可能会取消设厂。这个进程，台积电拢还未做出回应，也毋过专家认为。台积电德国厂预计2024年后半年才要动土，2027年才要开始生产。加上后面德国市场只占台积电营收的5%，万一真正取消设厂，影响应该不大。要求台积电在德勒斯登建2厂、3厂，而且技术的制程能够持续延伸到5奈米到3奈米制程，所以他们一定会让这件事情获得解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专家认为，台积电虽然未讲取消设厂，也毋过设厂的时程可能会受到补贴有变化来延后。另外，原先得到德国政府补助的英特尔，是对德国政府有信心，有愿会按照原定计划来设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金管会今仔公布外资伫今年11月份都会超过112亿美金哦，代表大约3545亿来台湾，是史上过一个月上济纪录。金管会主委黄天武是表示讲，美国的通货膨胀有法长和，美债的息利率嘛降低，外资嘛相信讲咱台湾股市的基本面是真好，这个大动作要来投资台湾。
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的脚步放慢，通货膨胀率持续降温，加上美金指数甲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有落，互资金搁流倒来新兴市场。根据金管会上新的统计，股市11月这个月外资净汇入的金额是112亿6400万的美金，差不多新台币3521亿，创下历史上过一个月汇入上济纪录，嘛结束连续4个月汇出。外资热钱，这个来投入台股，你认为是避险的考量，还是投资价值的取向？我想资金都是逐利而居了。我想应该台股有它的优越性，所以他愿意来投资台股。我想他是自己，但是这个投资应该是不断随着时间在做调整的。媒体部表示，美国通货膨胀持续降温，美债殖利率未高档落来，而且外资相信台股基本盘袂歹，殖利率好，拢是外资大量汇入来主要的原因。因若拜二，美股虽然小可波动，四大指数收盘落侪起少，不过台股早盘是反弹，指数开悬走悬。盘中捌收复17400点整数的大关。媒体部认为讲，台股今年会展现韧性、稳定发展。我们的外资持股比例大概40%左右，但是平常交易大概在3%左右，所以其实其他7%还是其他国内的资金或是国内的法人在投资的，所以我相信是有足够的动能。事实上，台北股市今年的表现也是真出色。根据政治局上新的统计，今年到12月初时为止，台股起超过23%，敢若比日本27.35%较低，比韩国12.46%较好。因若上海股市今年落的幅度有到2.15%，新加坡落5.14%，深圳落12.31%，而且台股从11月28超过港股了后，即嘛已经差真清点啊，表现也是比大部分的亚股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先期研究园区第2018年启用，有47间的业者进驻哦，嘛创造2400万的工作机会。也毋过南港嘛愈来愈塞车。中央补助台北市政府设一条另外道路，伫去年动港路，今仔是举行崩坑的贯通典礼。管手甲最后一道壁讲破了，代表南港崩坑拍通。施工团队自洞口行出来，现场大家拍扑啊庆祝。国家先期研究园区2018年启用，有2400人来遮上班，增加就业的机会。因故也造成南港的交通恶化。台北市政府规划国家先期研究园区的另外道路工程，配合东区门户计划，由中央出21亿，建造一条长差不多716公尺的崩坑，通过中南山，希望会当疏导南港地区的交通。2022年开工，经过2年吹打。崩坑拍通，它最重要就是能够串接我们忠孝东路7段以及研究路1段130项，也就是未来我们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就可以非常便捷的连接到包括我们捷运南港站、南港转运站。台北市已经几多年无往崩坑，就万咱讲。顶一边做这种另外道路已经是20几档进前的代志，这边拄到真侪困难的挑战，不过施工团队拢一项一项克服。南港崩坑未来唔但是让小偷当地交通，也能作为防台期间防灾代替道路。林苗聪也讲，南港崩坑的特色就是适合独立的行人加自行车的车道，做到人车优先。那除了人行，还规划了自行车道，这个衔接到我们的捷运站。我想对我们周边地区的民众日常的一个通行，甚至是上下班时候的一个通行，都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选择。东区的门户计划主要就是要串联这个中研院还有这个国家生技园区，以及前一阵子成立的这个台北生技园区。南港崩坑拍通了，还佫剩最后一里路，北拓关研究院路口。会当帮助提升园区的交通方便性，建造一条健全南港区域的交通网络，并并2025年进行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的仁爱乡，之前有民众食刺龟中毒，有一个人死亡。小署早起公布送验的结果哦，确定讲是一款真强毒性的品种，只要食2片，都有可能会造成死亡。那家己做刺龟食风险真大，南投仁爱乡伫最近有民众收到朋友送的刺龟，家己煮食了后，佮分亲戚朋友食，结果众人拢出现喙、骹手的疤无力的情形，送病急救，造成1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
但是发生到即马是学术公布上验的结果，是一种毒性正强的月尾兔头豚，敢若食2片3-4片就可能中毒死亡。生鱼片的部分，我们测出来它的毒素含量是每1公斤134.3个 milligram， 我们把它换算成ppm 的话，就大概是134个 ppm。那我们有去量测，就是从卫生局送来这些生鱼片，它的鱼肉每一片鱼肉重大概就是在10克左右。这几个毒素是神经毒素，强度差不多是氰化钠的1000倍以上。就算是过煮过，也无法度破坏毒素，而且无解毒剂。月尾兔头豚伫台湾市周边的海域拢会当看到，伊的尾雕是生活型，毋过毋是每一只拢有这种特征，要分辨较困难，所以容易无水里食到中毒。那它大概体长可以到40-50公分，所以看起来也是蛮肥美的一种鱼，所以要在这边特别提醒，其实青科鱼毒青的这个河豚很容易有误食，河豚是我们人间最接近天堂的食物了哈，所以我也担心不小心就吃了几口就上了天堂。小数统计，伫台湾最近10几年来，总共有4例刺龟中毒的案件，有17个人送病院，1个人死亡。伫日本虽然有针对料理刺龟采取认证科学的制度，不过10年来依然有上百件的中毒案件。虽然国内即马是较保留，目前上安全的方法就是餐厅卖卖，民众卖食。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电竞协会前日颁奖请牵涉到毒品案的前世界冠军托伊斯刘伟杰来颁奖，引起争议。教育部体育署是表示讲，伊毋是指导单位，嘛无了解这个活动。部长潘文忠早起伫立法院受到质疑，体育署是强调讲，会来提检电竞协会的补助款。电竞协会颁奖了争议，体育署是一再强调无补助、无规规，更加无同意做指导单位。国民党立委万美玲质问教育部长潘文忠，敢会受气，敢会提告？部长，好，这件事情你生气吗？当然觉得非常不适当啊。他不适当，那所以你谴责吗？这个我们已经很严正的表达哈，任何运动赛会绝对不能跟这些毒品挂钩。万美玲认为教部无提告，嘛无出声谴责，态度受过软。质疑是因为协会理事长甲立行有关系，才会安尼。连补助款自81年开始，就明显增加。因为参加的是今年亚运，所以它相关的经费，我们是全力支持电竞选手，不是支持这个学会，也跟政治无关。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部长应该要拿出你的态度来。我的态度就是不应该跟政治化挂钩。潘文忠是一再反驳，甲万美玲两人是一句来一句去。潘文忠是搁再讲明，协会无经过同意就挂名，未来严格规范，而且有适当处置。今日体育署长陈世忠伫咧询答的时嘛表示，协会内部有咧讨论敢要处分，体育署嘛建议要提检电竞协会补助款。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启英高中自信科的学生代表台湾去阿布达比参加亚洲机灵竞赛，伫青少年机器人的这项摕到头名。伊嘛鼓励协会甲英文学好对写程式有正大的帮助。嘛讲毋免惊做毋对，以及铁齿去修正，就会做对咯。操作机器人做业甲等的动作，骹手正溜达。桃园启英高中自信科的学生吕家静甲林家佑。代表台湾到阿布达比上中国首府阿布达比参加第2届亚洲机灵竞赛，伫咧青少年机器人项目摕到金牌。很惊喜是我们。那觉得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就程式的部分的话，就是全部的程式语言要重新学。当时知道得奖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可以在这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可以做到这么好、这么棒这样。这边参加比赛任务的分工，吕家静加停色林家佑是操作机器人，一个路线甲动作的设计。经过老师指导，突破各种困难，一直苦练，总算得到金牌的好成绩。经过苦练，然后当时比赛在这个整个竞争压力之下，那个稳定度都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没有办法赢人家了。伫咧竞争正激烈的比赛，会当摕到好成绩。2位选手借着这边的经验，鼓励学弟妹英文学较好咧，对写程式帮助正大。
一个卖惊做唔对，努力去做，做唔对改过就好。因为这届亚洲机灵竞赛，台湾代表队总共有115人参加，对手包括韩国、日本、泰国、阿联酋等14个国家。上尾咱摕到12金、6银、4铜、3优胜，排第1。记者综合报道。全教总今仔伫教育部头前订正哦，因表示讲新的教师法伫民国1809年实施以来，无适任老师的检举有6成拢查无证据，也毋过哦，只要互检举，拢爱接受调查，至少爱2个月时间，不甲学校一粒头2粒大哦，所以要求教育部已经爱甲调查的程序简单化。抗议阿爸教育部！抗议阿爸教育部！台北的后天，全国教师工会联合会韩国管区的教师团体有关坚持来到教育部抗议，就是因为为着要处理无适任老师，教师法伫2019年大修，加出真侪规范。不过，全教总指出，检举的案件部分大细老师拢要接受调查。事实上，有6成案件查无实际证据，有9成无够需要甲老师改评的程度，说服学校无甲一粒头2粒大。真正需要到解聘、停聘、不续聘的一个程度，你在组调查小组去做处理。所以在整个案件的一个情节的部分，就要分流，就要做一个处理。在我们台南，就算你调查出来没有具体事实哦，没有任何具体事实，也根本不需要调查，不需要再辅导了。教育局竟然还要求老师要去上至少4小时的研习。与其花时间把学校变成办案中心，不如让学校的老师好好去办学。这几年无适任老师的新闻不止啊多，像讲老师霸凌学生，也是不当管教等等拢有。所以教育部修改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等等的相关规定，嘛针对无适任老师的案件成立第3方的调查小组。但是全教总批评完全唔互校内人员参与，甚至阁要派调查人员进驻校园，调查结果可能不公平。全教总呼吁教育部卖硬要杀教师法刑法，各教师嘛出面接受因的订正书。怕的部分呢，我们把霸凌跟不当的管教或者是对待的部分呢，合并成一个机制来处理。好，那第2个部分呢，也就是提到就是明显没有达到要解聘、停聘或不续聘的这种状态呢，那我们就是朝学校直接派员调查去处理的方式，就不需要再特别去组调查小组。教师法新法拍算明年2月初1上路，全教总这期教育部所培训的调查人员可能无教育专业，各教师是讲有8成拢是老师的身份，另外嘛引进心理师、法律等等的专业人员参与。针对教师团体所提出的调查乱象，教育部嘛会继续收集意见来修法。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非洲的奈及利亚卡杜纳州，当地民众初3在庆祝穆斯林的节日，雄雄受到无人机的轰炸，至少造成85个人死亡，60多个人受伤哦。军方承认讲，因掠准是恐怖分子在集会，总统是要求军方要针对这事件展开调查。和军方无人机误载日男者尸体准备要台，在新的时阵所穿的穿搭一个贴做伙。家属真伤心，本来正欢欢喜喜要庆祝穆斯林重要的节日，却遭受空袭，家族的人就此就应变，也有家族一家伙仔失去10几个囡仔。这边军方误炸事件发生伫咧初3，奈及利亚西北部卡杜纳州的杜敦比里村，迄当阵村民正伫咧庆祝穆斯林重要的穆罕默德诞生节庆。不过，军方甲这件活动误认做恐怖分子目标，展开空袭。这边空袭除了造成85个人当场死亡，还有66个人送院治疗。对这件误炸意外，内阁总统提努布下令展开全面的调查，国防部也出面道歉。We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prevent such an occurrence happening again in the conduct of our operations going forward. 伫咧非洲西部的奈及利亚是非洲人口上济国家，自2009年开始，伫西北部就一直面临着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威胁。圣战士透过制作恐怖攻击，绑架村民来要求赎金。军方10几年来一直伫咧进行反恐的行动，已经造成这个区域4万人死亡，200万人无家可归。因那一再发生的误炸事件，让人看出内国军方的纪律甲威信已经完全袂当信任。Given the frequency in such incidents, Nigerians have lost faith in
security oper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根据奈及利亚政治情报机构的统计，自2017年到即嘛，已经有超过300位民众在军方的讹诈事件当中死亡，包括2021年有21位市民被军方炸死。也那吹三的讹诈事件是历年来上严重的一遍。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再来看以色列最近提出证据，指控哈马斯伫10月初7发动战争的迄天哦，哈马斯的军人性侵妇女，佮甲人杀死，是非常的恶质。也毋过哈马斯是否认，嘛呼吁国际上公正的第三方会当来调查。警方表示，因即马手内有超过6万份的影像档，其中看到一位少年的查某囡仔，和一个武装分子对头问友的，前日去车后座，靠讲骹盘手拢有血。虽然无看到尾下发生什么代志，也过有另外目击者录影讲，有看到亲手轮捕一位妇女，而且佫甲伊抬死。警方无愿意讲目击者的身份，也袂互伊接受访问。路透社报道，社群媒体影片甲搜救人员拢有讲到性暴力。专家讲，这是史上纪录上最暴行，不过真侪尸体拢是几多天了才被发现，拢已经开始烂，而且根据犹太葬礼，为了要维护死者的尊严，爱赶紧抬，包括穿的衫裤，所以真侪性侵的证据拢被破坏。But now we know that there were multiple cases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against children. Hamas got into Israel with cameras, with filming themselves using the phones of the victims. 以色列警方讲，正在对因逮捕的哈马斯犯人可能犯的性侵罪进行调查，会对每一位在押的嫌犯进行审判。因为哈马斯是否认因的战术涉及到性暴力的指控。因为政治及媒体顾问阿希尔努诺呼吁对这件代志采取严肃公正的国际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泰国南部昨透早一台商站的巴士驶到半中途偏离车路去撞到树仔，造成14个人死亡，30多个人受伤。警方怀疑讲可能是司机疲劳驾驶造成的。事故现场救援人员赶在用冷刀把受伤的人赶出来，巴士的车头弄到路边树密密麻麻，驾驶座嘛快甲变形。这架商站的观光巴士按慢国出发，要去南部的宋卡府。无想到拜二透早经过巴小区的时，竟然偏离车路，弄到国家公园附近的路边树，当场造成14个人死亡，30多个人受伤，包括司机本人嘛受重伤。警方初步研判，司机当时可能是咧拄久，嘛无排除有饮酒的可能。当日等待酒测的结果，详细事故原因嘛要等调查。警方讲，当时车顶有49个人，其中大多数是泰国人，部分是缅甸人，有30个人伫意外发生了后紧急送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泰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伫全球排伫头前，每年大约有2万人来死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再来看美国最近有14个州的狗仔为着呼吸道的疾病，有的伫1-2天内就恶化，变作是肺炎的重症。有人讲这是狗仔的新冠肺炎。美国的兽医协会就要求讲，兽医就要通报案例，茫茫讲实验室当赶紧来找到致病的病毒。主人带狗仔散步的时阵，听到狗仔喘气的声怪怪，还阁小可咧扫。兽医师提醒，狗仔真有可能去为着最近美国当咧传的呼吸道疾病。初期的症状会扫、拍卡唱、目睭发红或者是流目屎，大部分拢会让家己好起。不过，若是喘气有困难或者是食袂落，就可能有问题啊。It appears to be potentially an atypical course of our respiratory disease in dogs, but these cases tend to be testing negative and have a really prolonged course of the disease, up to 4 to 6 weeks. 美国有几个州的兽医，这几个月以来，治疗去治疗严重呼吸道疾病的狗仔数量是愈来愈多。科罗拉多州9月到11月，狗仔治疗肺炎的病例数比去年同期增加50%，有的是气管小块发炎，有的是发病了真紧，24点钟至36点钟，就会真紧变作是肺炎。有死亡的案例，不过兽医提醒唔通伤惊吓，狗仔的抵抗力若有够，一般拢医会好。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it is, where it's coming from, but basically what we've been seeing is just kind of general clinical signs associated with kennel coughs.
美国兽医协会当地理清这种可能的短命疾病是病毒或者是霾菌引起的，监视狗的病内底真接看的啃下扫的变种，已经要求兽医师通报病例，而且爱是验血，赶紧分析病原体。有人认为讲这是狗的新冠病毒。科学家当咧拍拼要摸索清楚这个神秘的疾病到底是安怎爆发，胃团的范围有偌宽，有偌侪原体健康的细只狗重病或者是死亡，目前并无迹象显示伊会危害人类。不过兽医警告，接落来圣诞假期都要特别注意，因为狗不是对主人去旅行，都是寄伫宠物旅馆，拢有传染的风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国内消息咯，连锁的胡鬚张卤肉饭委托处理废油的厂商，伫顶个月封查着讲，甲废油乌白倒去水道啊地下道。这个处理废油的业者已经互羁押咯。检调侦办嘛，阁发现讲，这业者嘛甲有倒的废水乌白倒，赚乌心情5亿4000多万哦。这业者嘛真车呀，拢使上千万的跑车哦。检方最近阁发动第2波的调查咯。水肥车内面喷出一罐绿色的不明液体，喷甲规四季臭毛毛。稽查人员到现场时阵，业者态度阁真强硬，无愿意讲老实话，造成当地环境的一个污染。我们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要求快东工程行必须要进行清理以及改善，随后他也进行了清理的动作。我们并依据废弃物清理法加以开罚。这间违规的工程行已经被开几落张罚单，检调伫咧调查了后发现，业者用一栋3万块。无讲行情计较一半，伫咧清运有毒的塑料废弃物，验过去无牌抢订单，国交给土资厂加含重的毒废液，设所在乱赌道。一班恐怖年糕芝麻已经赚5亿4000万，这款恶心钱还阁提去买迈拉伦加保时捷这款好车。经检察官连夜分别就涉案人等进行复讯后，其中1名被告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法院预支10万元交保，其余7名被告则经检察官分别预支5万、6万、8万、15万及200万元不等交保。检方前后2面的行动，先伫顶个月初查到业者接受胡鬚张等企业委托处理废油，涉嫌排伫咧水沟啊一个下水道，4栋的业者被羁押。胡鬚张的副厂长50万交保，这回乱倒有毒的液体，搁在约旦协力厂商等8人，专案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定罪嫌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部的空气污染是真严重，台湾健康空气联盟甲南部的环保团体早起伫高雄市政府头前定情哦，因要求政府爱针对中共兴达电厂4组小土团的机组要退休来提出对策。手提机啊，才愤慨发出因的心声。南部环保团体认为高雄空气污染拢无改善，采纳伫高雄市政府头前提出2大控诉，空污甲人权。伊认为兴达发电厂甲中共的污染是造成高雄市空污的凶手，这个空气品质全台上歹。小港区大南部居民就是受害者之一。爱互你的居民是5微克的健康空气，安尼你当袂阁互老百姓罹癌。高一红呢，远远不及格，今麦阁是20微克，就是其中的致癌物的受害者之一。我差不多伫10年前就有一点点的肺腺癌，2010年到大概是4年外尔嘛，差不多将近4年了，我就个有另外一个癌伫内底啊。最近大南部清村案经会则通过，不过大南部居民认为，若是无共空品改善，干那清村尔，安尼敢有人权？另外，环团嘛积极，政府答应兴达电厂甲无煤团政治跳票，针对环团的诉求，环保局回应讲，因会继续推动下煤减量，嘛认为今年到11月，高雄空气品质良率是89%，是这几年来上好。PM2.5平均的浓度嘛比去年更较低。也积极协助业者转型，导入包含 AI 智能等各项技术，减少燃煤使用量，并定期追踪业者减煤执行成效。12月7日是世界人权日，嘛是美丽岛事件44周年。民间团体按算伫7日迄天，伫高雄市政府进行集会，来控诉空气污染甲人权的问题，希望政府会当重视。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再来看顶个月7号，红头市的红头村一台奥多拜摔落去溪下，骑奥多拜的老师不幸死亡。外界质疑讲，风台过了，路顶阁还未修理好势，才会造成意外。乡公所是表示讲，目前开始阁有100多站的路顶搁会维修哦。县政府嘛已经动用1000多万要来抢修咯，也毋过爱阁等材料，1个月应该会当拢修理好势。
进前小犬风台扫过烂树，造成烂树的人家厝甲公共设施是损伤甲真严重。虽然电力已经完全恢复，不过有超过100支路顶损害，即卖阁咧修理。11月初10暗时啊，有一个民众骑奥多摆，那像是迄搭无路顶，看袂清楚，无细字暴落水沟全死亡。这个骑奥多摆的人是当地一个老师。经我们研判，可能是天色昏暗，然后它导致没有注意到周遭的状况。在骑某些路段，可能突然瞬间的强风，很容易就不小心出事情。那加上又没有路灯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乡公所表示，洪灾了后，乡公所要咧修理公共设施，就用最近才核定1亿6千万中间的经费，不过内底无包括路灯。乡公所甲县府争取到预备金1000多万来维修。部分部落的路顶已经修理好势，经费虽然是有够，不过材料要再去甲离岛，都要克服船运甲工人的问题，也有困难。现在路灯已经开始在施作了，因为目前是因为是台风的一个这样子造成的一个灾损，所以现在是比较困难的。乡公所预估，灾后复原的进度已经有到60%，不过后续大型的工程较困难，按算要到明年4月，重大的工程才能完成。要若较有路复原的工课，可能要4年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清水地热园区的地下温泉水的管线，因为温度是真高，会沁出大约70度的蒸汽，某一寡游客拢互烫到。也毋过园区是强调讲，互烫到的游客只是皮肤红肿尔，无介严重哦。园区今仔嘛歇困一天来改善这个管线。来到清水地热园区入口，会当看到告示牌提醒园区正经地下管线调整休园一天。就算官府已经提前公告，也是有游客被走一抓。不会网络上面没有扣，慕名而来。是哦。官府需要调整地下管线是因费代志。园区最高来的温泉水管温度拢真悬，拄着雨水的时会沁出大约70度的蒸汽。最近传出不少游客经过高压的时阵，互蒸汽烫着伤，多数是儿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就是可能用木头的东西把它美化它啦，它蒸汽才不会上来，才不会烫伤的。伫地热区会当看到官府采告示牌，警告游客洗涤蒸汽，也毋过民众对园区蒸汽烫伤人的情形表达烦恼。为着解决问题，县政府勘察了后决定将温泉管线加悬，避免管线接触到水沟底的雨水，佮沁出蒸汽。车拉乡园一日赶工。那县政府要特别澄清，没有到烫伤。那有一些可能小朋友因为皮肤比较嫩，所以有一个哈点呢，就是皮肤比较红肿而已。对园区蒸汽烫伤游客，县政府强调是因为部分的囡仔皮肤较油，经过蒸汽时有红肿的现象，无真正烫着伤，也无就医的记录。园区内也有提供烫伤药具予游客用。那加管管线了后，除了避免产生蒸汽，也会当解决管线后期甲温泉水、雨水降温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为着要提升温泉产业的竞争力，县政府头一届来举办好汤品鉴的标奖，计共是有12间业者得奖。浸入寒天，民众爱浸温泉，不过花莲的温泉知名度亲像也无够。为着鼓励温泉业者加强竞争力，县府头一摆举办2023好温泉评鉴，希望鼓励业者会当一直提升服务品质。很多人说啊，只有知道礁溪温泉哪里温泉，可是没有人知道。但是这几年其实透过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把整个效益提升。花莲温泉主要有玉里安通温泉甲水尾温泉，今年拢总有16间业者报名评鉴，项目分为温泉设施服务、友善环境等7大项目，邀请专家学者实地访查评鉴。另外，佮增加一项网络投票，有12间业者获奖。透过这样子一个评鉴方式，能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唯独创新，有不一样的服务品质或者是设备，然后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泡温泉。水上花莲已经连续举办5年的太平洋温泉会，包括当年的温泉专车等客会，拢为南高端来卖照观光人潮。去年的温泉专车大概是在1500多人左右，那今年我们持续的在加码2日游的这个游程所以今年大概有到2500个。因为游客伤济，县府表示温泉专车佮延长到12月初10，游客会当到花莲观光资讯网站来询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规划讲，要甲四湖乡的3条轮教育农场征收转型来真正是海洋教育中心哦。按说讲2024年的11月份就会当来启用，咱这回来了解。
全部5公里长的乌心林生态步道，本地是牛车专用道，为2012年改做自行车道，车袂少游客来遮骑铁马。那边两边是种木板房，加做青色磅空，附近还有海水浴场。云林管区要结合这寡资源，甲过去3条轮教育农园转型做海洋教育中心。那因为它有60个住宿的空间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会成为云林县这个海线的一个新的亮点。我们提供给各级学校的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做户外教育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积极来进行。那预计的话，明年大概是年底的时候，会把这个整个中心打造完成。云林管区表示，为着要让学生有多元教育场所，管区开6300万，要甲旁远真侪档的3条轮教育农园征收转型做海洋教育中心，以海洋生态、智慧渔业、观光文化甲运动休闲4大主题，结合 AR、VR 活动教学，体验不同款的课程。海教中心的规划，还有配合我们海水浴场的发展包括整条观光路线海清宫。结合海清宫以及海清宫后花园的自然生态园区，带动整个沿海的观光跟经济。管区表示，海洋教育中心未来完成了后，要提供县内县外学生加做海洋教育的场所，嘛要串联台61线公路的麦寮、大溪、四湖、口湖，和云林海线的观光景点继续增加。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即么做过的人是愈来愈少，台南的嘉南药理大学老师就带学生去西港来了解乌毛的产业，佮特别安排伊来学做红菇粿，咱做伙来看卖。用红菇泥的糯米粉内底包麻芽、巧克力，佮放入粿布，用好济，用做红菇的形。大家拢做甲真有班，这些大学生拢是头一届体验。台南嘉南药理大学管理系利用教育部 USA 计划，带学生实际行打西港除了认捌乌毛的产业，嘛体验古早台湾传统朴实的做粿文化。家己哪做的，当知伊的制作过程是啥物？佫袂歹耍这第一届。互我知影这种物件。学生会当伫咧做的中间了解讲这红菇粿伫咧咱啥物是一生的中间啥物时阵会用到。因为过年过节也是过带喜事，家家户户拢看会到红菇粿这项传统的食物。那红菇粿造型合分就真深，业者讲古是4大灵修之一，有向人吉祥长寿的含义。古早人会摕瓦菇来祭祀，后来因为时代转变，才渐渐以旧的美食来做代替。寿桃是新民生日祝寿，咱会用迄个寿桃这种菇啦，菇是长寿嘛。咱的新民的生日也是迄个咱兜有喜事送啥嘛，寿桃跟长寿两个拢相共，拢长寿的意思啦。近来做过人哪来哪少，业者烦恼会失去因摒细保存古早味，除了做传统的红菇粿，佮结合创新变出新的花样，因望借此互少年人愿意接触台湾的本土文化。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去年比赛成绩伫81个国家，咱台湾的学生囡仔伫数学、阅读、佮科学这3科素养的表现拢排伫全球的前5名。学生看时间用无听老师上课，伫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学校停课无停学，各级学校用线顶教学。这样互台湾伫咧2022比赛评量，伫咧数学、科学、阅读3项表现拢真赞，而且拢有进步。我们学校被真的完全shut down的时间，相对于别的国家比起来是相对少的。即使我们学校还是有停课了这个状况下，可是所有的老师反应非常的快，赶快导入数位学习或是网络的学习。这边调查本来是2021年要办，所以因为新冠疫情延1年，总共81个国家，差不多69万位15岁学生参加。台湾是第6遍参加评比，其中数学平均547分排第3，科学537排第4，也是历年来表现上好的。阅读平均515分排第5。咱每一科的表现拢比 OECD 的平均较悬。因为英汉课纲很重视素养的能力，也很重视自主学习的能力，所以经历疫情的话，他们的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展现出来。虽然台湾各项评比拢有进步，不过蔡金忠教授讲，偏乡也是需要更加侪关心，先用网络加数位学习资源，让偏乡的学生有更加好的教学资源甲品质。
甲城乡的差距有较化咧。记者综合报道。长期的照顾必顿，也是小鱼种囡仔乐惠府基金会哦，今仔是邀请病人佮家属来分享，伊嘛呼吁讲各界会当发挥爱心来斗相共这个家庭。甲顶国嘅拄则动手术的查某囝莫条条，菲菲妈妈虽然心内真欢喜，也过也真担心，照顾这种必顿的囡仔责任真大。好在在有乐惠府、乐园基金会斗相共，阿母两个人慢慢学晓安怎照顾。我也重新在学习，因为最近我也不太会喂女儿喝奶啦，都是妈妈在喂，她很辛苦。我也希望大家能多支持一下这种小孩。一个5岁阿贤是小儿症，出世的时阵，妈妈唔知要如何是好，也是基金会社工斗相共，带阿贤最近成长。是透过语言治疗师说，他这个部分需要上语言课，然后基金会可以帮助，真的很感谢那个基金会。因为照顾老人的囡仔医疗需求甲费用较大，基金会有提供真像是孝善服务员的协助。或这款家庭会当慢慢脚步徛较在。我们的喘息照护员呢，事实上他们的身份都是这些顱颜孩子的爸爸妈妈，让他们跟着我们的社工走入这些顱颜新手父母的家庭，教导他们怎么样帮我们的孩子做一些特殊照护。基金会坐艺人赵代欣担任爱心大使，甲顱颜的囡仔责任写春联，甲祝福传递给顱颜的家庭。基金会也希望各界会当发挥爱心，做这款家庭的后盾。记者综合报道。江门兵役。来看一个极限运动员哦，伊挑战伫杜拜300公尺悬饭店游泳池出泳，佮直接跳伞降落伫附近的海边啊，成功完成任务。伫无人机的看板帮助之下，格拉布跳上厨房。伫294米悬的空中水池出水，来到尾站，伊出上跳台，顺势放手，随后伊开始展现伊跳伞的技术。That's when I kind of bailed off the board. I made sure I was clear of the tether, and just had a nice slow barrel roll. And I was kind of going with the building, like down the way, and just had sick visuals, like seeing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and like looking out over the water out here. And 格拉布最后成功降落伫附近的海线部，完成这座开先锋的极限运动。格拉布讲，伊早伫10年前落这项极限运动的想法，即摆伊总算伫杜拜实现伊的梦想。And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We had to build a drone that could pull us. So I had to like get more proficient in base jumping, and then we found this awesome location here in Dubai, and we just put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we just pulled off the sickest thing I've ever done on a wake skate for sure. 不过，就算是功夫高强，人好打，格拉布也是有真功夫。伊进前除了接受专家的指导。学跳伞，搁伫瑞士甲美国参加训练营，至少跳伞跳上8摆以上。进前，伊嘛捌踮咧土耳其的国际温泉浴场，甲菲律宾的山田，展现伊水开的出水功夫。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报的天气，等待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